杀汉室，木头老死子代理，前世封建。汉史官都为魂中颂。其实，王府遇害中决之，乃与荣雀王子荧幕复共和盟公。季兵杀齐王，立荧幕复为季兵王，受印绶。后君后赵的事迹，并与荧幕父相识，荧幕父所锒铛的杀俘以下70余人，且使者上书谢，孝元帝一决于不录，况且使者于先度决而不通。成帝时，父遣使先谢罪，汉于遣使者报宋其事，请说答。将军王凤曰：前季兵王荧幕父本汉所立，后从叛逆。夫的祸大于有国子民，罪莫大于直杀使者，所以不报恩，绝诛者。自知绝缘，并不之也。有求则卑辞，无欲则骄慢，终不可怀服。凡中国所以通后蛮夷，切快其求者，未攘彼而未寇也。今现度之恶，非季兵所能愿也。其相互不足以安息于，虽无复古，恩为成国。前情一劫，恶报西成，不决而不通。今回过来，而吾亲属贵人，封贤者皆行假奸人，欲通过失败，以先为名。凡使者送至县度，恐事事减轻；凡遣使送客者，欲为防复寇害。也。其提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司户，斥候10-100余人，分也极。刀斗自首，上使为所倾倒。余须不良，须诸国名士得以自善。国或贫小不能食，或节狭不可给，永强汉之节，累山谷之间。其该无所得，为1-2旬则人除其捐旷野而不返。又立大统统，提举1285。小头痛之山，赤土；身热之板，内任身热五色头痛呕吐。须尽染。又有3尺磐石板，道狭者尺6-7寸，长者仅30里。临征戎不测之深，行者其不相识，绳索相引，2000余里乃到县。须对未半坑谷仅6岁，人惰是不得相收拾。险阻危害，不可胜也。圣王奔九州，至五府，省内不求外。今遣使者，承至尊之命，送蛮夷之甲，劳力士之众，设为难之路，罢必所。是以是无用，非久长计也。使者焉以受节可至皮山而还。于是奉白从请也。季兵10里赏赐甲士，其实数年而已之余。武夷山邻国，王去长安12200里。部属都护，户口盛，名大国也。东北至东府之所60人行，东与季兵，北与木条。西与里间，条之间。行可100余日，乃至条之。国临西海，属师田道，有大鸟，宛如望。人众甚多，往往有小军场，安息以属之，以为外国。善炫，而其长老传闻条之有弱水，西王母以未尝见也。自条至成水西行，可100余日，今日所不允。各地属热莽地，其草木畜产果菜食以不空。是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，皆与季兵同，而有讨拔师子戏俗众妄杀。其前独闻为人头，目为骑马。以今隐士仗绝缘汉使袭之。自玉门阳关出南道，离善而南行。至武夷山里，南道极转北而东的安息。而齐国王至番都城，去长安11600里。部属都护，北与康居，东与武夷山里，西与条之间。土地风气，物类所有。民俗与巫夷及并通。必以贵钱，文奴为王冕，为夫人冕。
枉死者更主其，有大马驹，其属小大数百城，地方数千里，最大国也。临渭水，商贾车船行航过，鼠草旁行为书记。第10前时至安息，王令将2万骑营于东界。东界去往，路数千里，行抵至过数10城，人民相属。民发10岁汉使者来，平均1286。光汉帝以弹摇卵及离间劝人献于汉，天子大说，而其东则大。曰是。罢日巡国之见10城，去长安11600里。部属东吴，户10万，口40万，胜兵10万人。东至东吴日所4740。西至安息49日行，南与冀并界。故地风气，物类所有，民俗前或与安息同。初一风妥妥，罢日续本行国也，遂去一席，与匈奴同宿。空闲10余万，故强秦匈。本居敦煌，其连间至昌顿单于攻破越氏而老。上单于杀越氏，以其头为引妻，越氏南远去，过大宛，袭极大。下而臣之渡渭水，北魏王庭。其余小众不能去者，保南山羌。号小越氏。大夏本无大军城，城邑往往至小长，兵若未战，故越氏喜。来，皆臣须知功名汉使者。有武系侯，以曰休密系侯之和。故城取东部2841里，取阳关7820里。二曰双密系侯，至双密城，取东部3741里，取阳关7782里。三曰贵双系侯，至户枣城，取东部5904。10里，取阳关7982里。四曰西顿系侯，至毛城，取东部5962里，去阳关8202里。五曰离户系侯，至高户城，取东部6041里，去阳关9283里。桓武系侯，皆属大越氏。康君国王东至乐越泥地，到碑田城，去长安12300里。部属东吴，至越泥地马行7日，至王下所居窝内9100。4里，户12万，口60万，胜兵12万人。东至东吴日所1550里，与大越氏同宿。东界是匈宣帝时，匈奴乖乱，古单于兵争，汉有内夫韩邪单于儿。至之单于愿望，杀汉使者，系族康居。其后东部甘延寿，不孝。魏陈汤发物及校尉西域诸国兵之康居，诛灭之之单于余在。平均1287。甘延寿，陈汤传。是岁，元帝建昭3年也。至成帝时，康居遣子弑汉，贡献，然自以绝缘，名骄慢，不可与诸国相望。东吴不劝书上言，本属不胜时，非兼有。吴孙，康居故也。及其称臣妾，非以师二国也。汉虽接受其职，然三国内相疏引交同无故，以相后思，见免责发。何故？望相亲信，力不能相臣矣。以今言之，皆配吴孙敬为有益反。为中国生事，然吴孙季节在前，今与匈奴俱称臣，亦不可惧。而康居交狭，其不肯拜使者。东吴立之齐国，坐之吴孙主使下。王及贵人先引事矣，乃引旦东吴离，为